謝霆鋒一連4晚啟德體育園舉行嘅演唱會喺今日4月24號晚正式拉開序幕。相隔20年再度開 show， 霆鋒現身台上，即刻令到全場43000多位觀眾進入瘋狂狀態。帶住黑超嘅霆鋒首先獻唱《不要說謊》，跟住就係改造人同埋活火山3首歌同大家熱身之後，霆鋒就除低黑超，展露燦爛笑容同現場觀眾打招呼。霆鋒頭場獲一眾同門藝人有容祖兒、蔡卓妍、關智斌、張敬軒、周麗淇同何佩瑜等嚟到捧場，而霆鋒嘅妹妹謝婷婷喺 show 前亦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咗多張同哥哥兒時嘅合照，隔空打氣。霆鋒媽咪拉姑同老公胡蘇康亦喺 show 之前忙於招呼朋友。嚟自世界各地嘅霆鋒歌迷，早於晏晝4點半之前已經嚟到會場外邊排隊打卡留念，而會場售賣嘅紀念品當然亦係一眾歌迷嘅首集目標啦。未夠5點鐘已經有部分嘅產品售罄，而買到心頭好嘅歌迷亦大方展示戰利品。其實大家能夠入場睇 show， 相信先係最大嘅目標。大家未入場之前已經難掩興奮嘅心情啊！很興奮，很激動，非常激動。那票有沒有說很難買？然後據說是她的老公給她的一個驚喜，然後託香港的朋友搶票。對，據說這是最後2張票了。是的，很難搶，說明他的粉絲真的很多。霆鋒相隔咗咁多年，再喺香港開 show，仲要喺我哋新嘅主場館啦，你感受點啊？超激動，超興奮啦！已經幾個月都好為呢件事籌備緊㗎。係點樣籌備啊？就係搶飛咯。係，即係咪個過程都係即係好艱難？係，都使咗好多方法先搶到。今晚同聽日。哦，所以睇兩日。今晚係啊，今晚係坐喺度認認真聽下，之後聽日就喺場館內睇啦。係。咁我見你都即係好似有買啲紀念品咁樣。係啊，肯定要買㗎啦。我係買咗件衫嘅，因為佢知啲牌喺大現場。後邊都有嘢㗎。係啊，呢個係霆鋒嚟㗎，所以就搣埋嘅。除咗場內嘅紀念品受歡迎之外，場內小食亭每日限量出售霆鋒個人品牌推出嘅漢堡包，有唔少歌迷爭取喺 show 之前買嚟試一下㗎。